2025年，國內65歲以上的人口突破到20%，台灣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當少子化甲高齡化雙重夾擊，欠工將做台灣產業上大的隱憂。立法院在2020年通過《中高齡者甲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等於是鼓勵勞工繼續留下來工作。但是，甲同款是超高齡社會亞洲國家比起來，像新加坡甲日本、台灣的中高齡甲高齡者勞動參與率相對偏低。這是不是表示國內的人力因為無法度有效善用，形成另外一種資源的浪費呢？當研發勞工可能會將做超高齡社會重要的勞動發展關鍵，企業佫應該透過什麼款的方式，把會當用的人才留落來呢？勞動大齡軍的時代來臨，台灣敢做好準備啊？這回來探討。中高齡很多不是想離開職場，而是現有的職場環境已經不適合他再待下來。人員歧視的問題，其實到現在為止還是很嚴重。可能企業開的職缺跟要求職的中高齡match不起來。如果現在還不開始去思考如何更有效運用中高齡人才的話，在人力上的缺口一定會面臨更大的挑戰。最多就是應該是我的腰部啦。那腰部的話，主要是重物搬運。64歲的柯惠良組長，在汽車產線已經服務38年，操作重機具、搬家樹桶，攏真熟手。因為重物搬運，你手要伸進去，所以我們彎腰的這個姿勢比較不符合人因工學啦，那很容易造成那個受傷。在台灣，15到64歲封蓋政策勞動人口，像柯惠良同款，超過45歲的中高齡者佔45%。預計在2040年，中高齡勞工的比例將會超過一半，成做上主要的勞動年齡層。也毋過台灣的工課場，敢真正準備好啊？我想，對於企業來講，這個台灣高齡化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並不是你做好準備它才來的，而是在這1兩年期間，人口就迅速的進入超高齡的這個現象。那企業主顯然還需要更多的時間去做職務內容的調整，或者是內部工作文化的調整哦。以記者現在所在的企業生產線為例，1120位職員當中，就有541位是45歲以上的中高齡，他們的平均年資更是高達28.3年。企業該如何留下這群既資深又經驗老道的職員？關鍵在於職場環境能否讓他們安心的變老。台灣的那個工時之長，世界之最嘛，對不對哈？很長的工時，那到了一定這個中高齡之後，市場有的時候體能是沒有辦法負荷的，特別是製造業。目前一般大眾甚至是企業僱主對於中高齡以及高齡的人力運用，仍持有一些比較既有的一些印象，例如說可能已經老了，做不動了。其實這個時候呢，企業僱主就可以運用職務再設計來協助改善工作的環境條件，甚至是流程。這個就是我們車身線用的所謂的那個絕緣的一個膠布，捆進來的物料大概是這樣。這個裁的過程當中，好，人員整個要用蹲的，而且要拿尺去量，好，作業性不好，好，所以這邊由我們的組長跟現場的弟兄發想出來哈。他就是自己做的這個料架，那把我的絕緣膠布直接放在這個架子上。那企業在運用中高齡的時候，他們往往會非常的擔心的有幾個議題。第一個是當然很現實的，在工作上的體能負荷，中高齡的員工他是不是能適應我現在的這種工作形態？那可能更多的企業需要去思考如何透過職務再設計，讓勞工的這個體力負荷可以減輕。你安怎將老師傅留落來？大型的重工業已經在這波勞動議會愈來愈大風潮中發覺到潛在風險。鋼皮花以往的部分，我是用這種所謂3個輪子3角的一個推車。好，那推車的過程當中，人員這個
困難，需要靠腰力啊去做一個搬送，我們就把它改成用4個輪子的一個方式。好，那人員的部分基本上他只要好把這個需要鋼瓶的部分把它往裡面，好抬車往前拉，好做一個推送的一個動作。主要我們現場頂焊的話，它是重物的搬運，還有個打頂焊。那這邊現場的話，我們每年都會有一個合理化改善，那就是重物的省力化的配備那個設備來做進化與改善。一條骨輪椅，一條吊索，攏會當算是節目再設計，這無算大工程，是需要觀察。因為完工的會數漸漸增加，所愛面對的細節。我們在推動那個職務再設計的部分哦，最主要就是要讓我們的那個作業弟兄哦，可以在工作上省力。那當然啦，有些弟兄他那個長期工作下來，手會酸，腰會酸哦。比如說他在彎腰取料的時候，我們可以把那個物料架墊高哦，讓他可以直接不用彎腰去做取料。那提重物的部分哦，我們可以用那個省力化的吊具哦，就比如說剛剛的那个一個前面板的那個取料作業哦，可以讓它用那個輔具的部分來去做那個取料、投料那個作業。他的工作負荷調整了以後，工作內容調整以後，畢竟他還是會有年齡的一個限制。那到了年齡到了一個漸長，他的工作內容需要做更大幅度的調整的時候呢，我們的聘任方式也可能會有一些小的一些改變。那改善加優化硬體設備、工時、請人的方式，甚至是工作內容，都需要小可調整。如果說公司提出的條件的話，它在薪資結構上哦是，不要說跟現在一樣，就是說它在有一個我們可以認定的那個範圍內，我們是認為說我們可以再回聘哦，把我們這那麼多年的那個經驗哦，來去做新人的教導，哦，新人教育訓練，啊，因為從小的夢想是老師，好，那如果有這種機會的話，我也想嘗試當一下那種老師的滋味。問題是，其實我們政府也有補貼，就是你引進這樣的一種職務再設計的這個調整，我們政府會給錢的，會給津貼的這樣子。那可是到底有多少的企業願意做這件事情？和同款是超高齡社會的日本加新加坡來比，台灣超過40個歲的參與率明顯降低，超過60個歲的更較無新加坡1/3。勞動參與率無懸，是高齡化時代的警示。為了鼓勵就業，2013到2015年，政府開闢上百億補貼勞資雙方，包括請40個歲以上的勞工，每一個人當年上懸10萬的職務再設計補助。另外，那本身就是中高齡勞工，只要當來工課場穩定做半工，甚至會當領到上懸6萬的獎勵金。根據我們的調查，其實有將近80%到90%的企業都不知道政府有這些非常友善的措施，這樣，或者是說在申請補助的時候，可能需要填寫非常多的報獎的資料啊，那或者是申請的資料，對於企業內部來講，會去評估說這個流程跟我獲得的幫助是不是成正比哦。我甚至建議政府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給付給比較這個中高齡的這個人事薪資成本，它換一個叫做稅負，等於說在減稅的這個部分，把人事成本轉化成我們的稅負的一個優惠，我覺得這個會對很多廣大的企業反而是一個最大的誘因。提高中高齡的勞動參與率，關係到社會發展，對於企業來講是會小白白的欠工危險。以前在早期時候在談這個東西的時候，響應的企業其實有限。可是最近這幾年，其實這是就因為你找不到年輕人來從事這些工作的時候，你就必須要求變嘛。卡在印象中，跟科技相關的會，大部分的求職者攏是少年人，不過時代在變。當工課場開放體驗，真濟研發組也真有興趣。這場我們從開放報名就馬上累積到50位的人員，但是因為我們場地有限，我們的參加希望控制在15位，保持品質。
因為我們產業的其實實際有這個人力上的需求，將我們的工作職務進行重新的拆解，然後進行內容的劃分。那我們發現，並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高度的專業科技相關的知識。那像是一些產品的陳列啊，或是基礎的操作，就可以交給我們的中高齡的同仁來負責。它是一個3C 的店面，那我認為哈，就是說我在這個3C 的這個部分哈，我比較喜歡去深入研究跟接觸。假如這個職場願意接受我們中高齡來服務的話哈，我相信有很多的中高齡都願意來服務這個社會。因為畢竟在家裡就是很寂靜，就是雖然我和我先生2個人因為沒事不會講話，不會刻意講，嘰里呱啦不會，那就變成比較安靜。那我可以在職場上會聽到或是看到不一樣的，我認為那是有刺激腦袋。他們可能更在乎的是樂活這件事情，那相對於他們在工作上期待的，更在乎的是這個職務可不可以讓我的價值有所發揮。有機會，我覺得說，可以part time一下也不錯。對，有這個想法，我會給一個最低的時數，就是4周排班以後要最低滿足20小時或30小時等等的，我們會給一个最低一定要滿足的時數，對，然後這樣去安排，這樣去調配。你到了中高齡之後，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能力哈，這樣的一個身心狀況可以負荷全職工作？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號嘛？那我可不可以變成是4小時的，就是這種變 PT 的 part time 的方式？台灣的部分時間工作的這個比例很低，1成都沒有突破。部分工時時間在中高齡勞工的期待，不過這儕當來攏是專業的課，向要改無遐簡單。對，因為現在整個職場的環境，然後大家其實對於工作的彈性的要求越來越高。那如果我們也能給予求職者更多的彈性，就是我們在招募上也可以找到更符合的人才。台灣的這個職場工時高、負荷大、壓力大，這是一個常態嘛？所以很多人其實是巴不得我趕快要60歲了，60歲就看到我再5年我就65歲了，是等着要退休。所以那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職場，讓留不住這些人，應該回頭去檢討啊。中高齡勞工在找頭路的時，會遇到真濟關，超過一半的人認為實際工作機會較少，有39%人認為找頭路其中一個阻礙就是年歲。包括30期的理念攏無消息，也是因所面對困境。那企業煩惱的風氣嫌現實，敢若較無3成的人認為無符合期待，這個困難是要安怎隨會破除的？那第一種的話就是，繼續在65歲的時候，雇主不強制他退休，就繼續留下來工作。第二種的話，那就是勞資雙方協商，也許在原來他的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有說屆齡65歲會退休，那就大家來做一個協議，往後再延1年、2年、3年都可以再做協議。那第三種的話，就是勞資雙方可能會覺得，甚至包括勞工朋友，我想要先退休，一邊可能還有老年給付可以領，那另外一方面重新來協議一個新的勞動契約，那就相關的內容來做一些討論。這個是大概我們高齡勞工在65歲的時候，以後要在續留職場，大概目前有這種3種不太一樣。2008年，勞動部將強制退休的歲數對本地60歲提懸到65歲。台灣中高齡的勞動市場開始出現結構性的轉變。中高齡者甲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在2020年實施，明顯閣是一項重大突破。2016年正式修改勞動基準法第54條，明定勞雇雙方會當協商延後退休年歲，滿65歲也會當繼續做。那其實從專法
109年施行下來，我們目前台灣的勞動參與率在中高齡以及高齡者分別都有較專法施行前要來提高。那我們目前的所期待的一個勞動參與率的目標，我們目前正結合了10個部會，投入了將近100億來推動中高齡以及中高齡以及高齡者的就業促進相關的一個計劃，我們期望能夠在2026年到2028年下一個中高齡跟高齡者就業促進的3年計劃，能夠將中高齡的勞動參與率至少能夠提升到70%，那每年增加13.2萬的中高齡重返職場，這個是我們預期的一個目標。加速優化工會用家職務，提高中高齡甚至高齡勞工繼續勞力的意願，是超高齡社會風潮解決欠工危機的重要解方。提升中高齡的勞動參與率，台灣目前佫咧加速，甚至打起步贏。不過，對於計劃電力資源的就業市場來講，猶佫充滿着機會。